定期到期朋友仔，今年嘅銀行利息咧係低到貼地啊！以今年嘅5月14號存100萬咧，喺匯豐啦，新嘅資金3個月定期只有2.2%，即係話你可以獲得5500嘅利息。嗱，定期到期越續就越低啦。大約2026年嘅第二季 Supermom 咧有第一手嘅資料保證銘擊你。呢個咧整副嘅儲蓄計劃咧係快閃、限時、搶購、蘇州過後冇艇搭。預繳嘅保證利息咧有4.5%至到9%嘅利息喎，可以咧係最低2萬美金入場，換嚟一樖咧永續嘅搖錢樹，5年後年年咧可以拎到8%，仲有預繳保證嘅利息。如果咧本金啦係100萬啦，即係話第5年後年年拎8萬蚊嘅喎。呢個計劃嘅核心咧就叫做158啦。嗱，一次性嘅整付啦，5年後每年咧可以拎到8%嘅本金。第一，低門檻入場，最低咧2萬美金，你就可以入到場啦。一筆過整付可以拎4.5預繳嘅保證利息，相等於你先賺一筆再拎錢啦。第二啦，就自製一個永續嘅提款機啊！無論你本金咧係20萬定係100萬都好啦，第5年每年咧可以攞到咧係8%本金，拎咗一世都唔會斷嘅喎。比如啦，你有100萬擺入嚟啦，你到第5年你就可以拎到8萬蚊。當你拎咗20年啦，你拎咗160萬，160%啦，個戶口結餘咧仲有127萬，可以繼續滾存生息。第三啦，整筆拎又點啊？10年本金156%，15年本金係217%，20年咧有322%，點計都好過定期回報啦。仲有3個咧定期唔能夠俾到你嘅功能。第一，多元貨幣可以隨意咁轉換，有8種嘅貨幣啦，美元啦、加元、澳元啦，自由咁切換。仔女喺外國讀書，自己去旅行唔使煩你嘅利率問題，而且可以咧賺埋呢個貨幣升值嘅溢價。第二，額外嘅人壽有50%，保單第4年咧受保人喺60歲之下，仲有50% 人壽保額外送俾你。我當你做100萬嘅定期，最多咪俾翻100萬你咯。呢個計劃咧就係可以俾到你150萬俾屋企人喎，賺錢之餘亦都有保障啦。第三就係免費嘅信託功能啦。無限傳承，源源不絕咁延落下一代，傳俾屋企人繼續去拎錢。張單咧唔會因為咧原售嗰人死咗而斷單，仲可以咧預先設定咧，萬一啦嚴重老人痴呆症等等冇行為能力嘅時候，邊個幫你去搞掂啲錢？邊個幫你去管錢？慳翻咧2萬蚊設立呢個持久授權書嘅費用啦，仲慳翻成10幾萬嘅信託費嘅管理費喎。講真啦，嚟緊咧都係一個低息嘅環境嘅週期啦。呢個計劃咧同定期相比較咧，性價比係極高嘅。定存咧到期你就要再續啦，利息越續越低，錢亦都鎖死喺度。而新款嘅儲蓄計劃咧，唔再好似以前咁紙上談兵啦，你可以5年後咧永續去拎錢啦，仲有預繳保證嘅利息有4.5或者9%喎。呢個快閃儲蓄計劃咧係限時限額，最多只賣到7月31號，滿額即停，最低咧2萬美金咧就可以入到場啦。你喺定存嘅錢咧，與其放銀行慢慢咁等佢縮水，不如換呢一個158嘅儲蓄計劃啦，先賺咗保證嘅利息，再年年拎8%，本金安全，拎錢自由，後代都有着數。仲諗咪走雞喺下邊聯絡我哋，等我哋咧俾呢個詳細嘅計劃內容你啦。